亦都係啦，直腳係帶住團隊翻嚟啦，亦都係帶住今晚我哋嘅VIP 啦，咁我哋亦都有校長啦，咁另外我哋仲有其他 guest 嘅，我哋亦都係小學部啦，我哋係 Sam 啦。我相信咧，舊生會會不斷有唔同類型嘅活動，去懷緬一下自己後生嘅時候，母校去孕育咗你哋，讓你哋可以成長得以而家可以翱翔咁樣。我哋開始之前咧，都可能做一個即係飯前祈禱啦，讓大家靜一靜下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啊嘛，天主，我係感謝你，你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咧，都派遣咗唔同嘅天使俾我哋好感恩有你嘅一個安排，同時間我哋亦都感恩我哋身邊所有嘅兄弟姊妹，佢哋係我哋成長入邊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基石，和平嘅鴿子落到嚟我哋每人嘅身上。讓我哋咧都成為一個和平之子，去建構我哋身邊高主教書院舊生會呢一個團體，讓我哋可以繼續團結一致、堅毅力行。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，阿們。Honor the deed， 即係飲食，多謝大家。成了你万重从爱的天后，若爱只剩有我，只剩彼此感受，也互相在折磨。眼淚讓人多，用盡這場情歌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這樣像隨我，這醜虛報這別無分開，願這歌邊伴一轉會讓骨都埋怨我。眼睛的眼淚流向你的心情，如果你現在要離開。反正一切已经，反正没有了自己养人。我真的好
相遇，现在窗外又开始下着雨。我们共同联络，我心若被路过的是青春。我曾想你好像晚色不陪我，终于爱过这晚，我在不管多长，那泪的地方，永不再沉默。清唱可以唔使揀，大哥啊，快啲啊，邊位？有冇表演都可以嘅喎，今日好似搞到我好似走去善長人翁。我揾12個人打街。佢好均好有 我哋有5個獎，有1、2、3名，有最佳潛力獎、最佳颱風獎，佢哋仲有漫長嘅路可以去進步，漫長嘅路去學習，漫長嘅路去經歷喺呢個人生，所以呢個獎我頒俾我嗰4個學生。咁你哋覺得邊個颱風最好啊？第3名 Eric。第2名，唔該。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。